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常在主嘅愛裏就沒有懼怕。今日經文係約翰一書4章18節，愛裏沒有懼怕，愛既完全，就把懼怕除去，因為懼怕裏含着刑罰，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。今日嘅小故事。倫敦每日郵報刊登一則非常奇特嘅新聞：英國網球女將吉伯特仲係小朋友嘅時候，曾陪佢嘅媽媽去睇牙醫，冇諗到佢媽媽竟然意外死響牙醫嘅凳上邊。呢件事響佢幼小嘅心靈產生永不可磨滅嘅印象。佢諗，以後自己一定都可能係咁死㗎咯。30年來，佢個恐懼日漸加深。無論佢嘅牙壞到點樣嘅地步，佢都唔會睇牙醫。直到有一日，佢牙痛到實在忍無可忍嘅地步，只好同意請一個牙醫到佢屋企裏邊為佢治療。當佢坐喺凳上，牙醫為佢戴上咗圍巾。啱啱將拔牙嗰啲器具攞出嚟，佢睇咗一眼，竟然死咗。佢係被30年嘅恐懼嘅思想捆綁而造成一個悲劇。我哋一齊諗下，恐懼係摧殘嘅一種情緒。有啲乜嘢恐懼嘅事情捉住咗你嘅心呢？讓主嘅愛充滿你，以主嘅愛代替恐懼啦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你係愛，你偉大嘅愛係大有能力嘅，能夠俾我哋心靈嘅平靜。主啊，求你攞去我對生命中嘅一切嘅憂慮同恐懼，讓我嘅心靈充滿你嘅愛。感謝你將屬天嘅平安賜俾我哋，我哋要常感恩同頌讚嘅心，讓喜悅驅走憂愁，讓你嘅愛響我裏邊得以完全，過得勝嘅生活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約翰一書4章18節，愛裏沒有恐懼，愛既完全，就把恐懼除去，因為恐懼裏含着刑罰，恐懼嘅人在愛裏未得完全。